弥陀佛。这次荣寿佛教频道创办人慈氏扎西堪布要我介绍萨迦班智达的传记和他主要著作的论的相关的内容。我本是中文能力很差，但是堪布要我介绍这个方面。那么萨迦班智达是昆氏家族。昆氏家族是西藏历史上有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昆氏家族是不仅仅是西藏宗教的贡献，也有西藏文化的贡献以及历史的贡献。所以呢，西藏历史上昆氏家族的影响非常大。那么萨迦班智达是萨迦五祖之一。因为我们通常称为就是藏传佛教4大教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那4大教派这个当中就是萨迦派或者是萨迦的传承。那萨迦的传承的祖师大德主要我们通常讲萨迦五祖。那萨迦五祖分为第初祖萨谦贡嘎宁波，第二祖罗贝什摩切孙浪泽摩，第三组吉斯仁波切扎巴江森。这3位我们通常称为白衣三祖。因为这3位都是没有说这个出家戒律，他们说这个居士戒，所以这3位是在家人的身份，大修行者、大成就者，所以就是瑜伽的身份，所以呢瑜伽大师。所以呢这3位都是我们通常称为就是白衣三祖。那白衣三祖这个当中就是第2位罗贝什么去孙浪泽摩，第3组吉斯仁波切扎巴江森。这2位是虽然是没有说出家戒或者是比丘戒，但是他们也没有结婚，所以他们不仅仅是说居士戒，也有说反省戒。所以呢，这2位是反省戒的身份，大成就者、大修习者。所以呢，萨迦这个白衣三祖那时候是主要是这个显密这个当中就是密宗或者是金刚乘的这个法为主的。所以呢这个大修习者、大成就者，这上就是白衣三祖。然后第4组就是萨迦班智达，第5组荣格屈迦帕瓦或者是法王八思巴。这2位是黄衣二祖。因为这2位是这个出家人的身份，他们有说出家戒，尤其说过这个比丘戒，所以呢出家人的身份，大修行者、大成就者也是大学者，所以呢我们通常称为就是黄衣二祖。所以呢这5位我们通常称为就是萨迦五祖。那我们这个很多经的或者是论的记载尤其在很多这个大成就者、大修习者，例如说莲花生大师或者是阿德夏尊者等等，很多这个论的常常提到昆氏家族，尤其萨迦五祖为主，所有的这个萨迦家庭是文殊三护主的化身，或者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这就是很普遍的现象，很普遍的现象。因为三护主就是第一个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大智慧文殊菩萨、大势力金刚手菩萨，这个我们通常称为就是三护主嘛。所以呢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的化身就是第初祖萨谦贡嘎宁波。然后大智慧这个文殊菩萨的化身就是第2组罗贝仁波切孙浪泽摩，第3组吉斯仁波切扎巴江森，第4组萨迦班智达，第5组荣格屈迦帕瓦或者是法王八思巴。这些通通都是
三护主的化身，尤其这个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这个就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不仅仅是这个角度，例如说我们很多藏传的大修习者、大成就者，例如说宗喀巴大师等等很多这个写赞颂萨迦班智达的这个赞颂，那这个里面内容来看的时候是萨迦班智达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的这个态度赞颂的，所以呢，我们大学者们、大修习者们，他们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也是萨迦班智达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然后我们这个全西藏整个藏地，大家共同承认的就是3位文殊菩萨的化身。那第一位是萨迦班智达，第二位是龙切巴尊者，第三位是宗喀巴大师，这3位是这个文殊菩萨的化身。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西藏人都是5人不小，所以就是呢大家都承认就是这3位就是那个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那萨迦班智达不仅是这些他的弟子所有的弟子共同看到萨迦班智达就是文殊菩萨的身份，大家共同常常见到的，常常看到的。所以呢，我们各个角落或者各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萨迦班智达的就是三护主的化身，尤其文殊菩萨的化身。那么那萨迦班智达，我们通常就是闻思修这3个角度介绍萨迦班智达的话，那首先我们听闻佛法，然后第二个就是思维佛法。这2个我们角度讲的话，就是萨迦班智达主要的善知识，主要的根本上师是谁呢？就是第3组这个吉斯仁波切扎巴讲层虽然是萨迦班智达是吉斯仁波切扎巴讲层的侄子，但是不是他们是亲戚的关系，因为他是根本的这个上师，根本的善知识就是吉斯仁波切扎巴讲层扎巴讲层为主，也有噶当巴的很多祖师大德，也有尼玛巴的很多这个祖师大德们依靠他们，所以有学这个萨迦的传承，也有学噶当巴的传承，也有学宁玛巴的大圆满的传承，噶举巴大属于的传承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大部分都是吉斯仁波切扎巴讲层为主噶当巴的祖师大德，宁玛巴的就是他透过听闻佛法，然后思维佛法。那不仅仅是闻思，那最重要的就是修行。那修行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为这个萨迦班智达很多论点常常提到，常常指导我们，教导我们说这个我们讲经说法的话，首先自己要修行能力足够的时候，才讲经说法的话很完整的他有讲过说，我们修习到登地菩萨以上的这个修习的力度，那登地菩萨以上的就是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空正界的限量的空正界实现了之后才开始讲经说法的话非常完整的一个这个次第。那还没这个这个限量这个空正界之前可不可以讲经说法呢？当然是可以的。那但是呢，如果自己能的话，就是那个空正界限量实现了之后才叫的话很完整的。所以呢，透过自己的休息才开始讲经说法的话很完整。所以呢，萨迦班智达是不仅仅是闻思维，也有修果，那个休息这个上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呢他
自己本身也是承认了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修习的力度，就是登地菩萨以上的那个力度。所以这个我们看他的传记，或者是我们这个他的历史来看的话，就是登地菩萨以上的这个身份了。所以呢，闻思然后修习。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主要是那个从小大概是30多年依靠吉斯的摩羯扎巴江泽为主，很多噶当巴的祖师大德们那边就是萨迦的、噶当的，或者是大圆满的、大属意的等等。然后这个过程大概是20几岁的时候，不仅仅是这些，那从印度进入到藏地的，就是噶西米尔的编制达，那就是卡切编制达下加西的。那卡切编制下加西的，就是在印度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大编制达，不仅仅是他，也有很多他的这个这个眷属，这个当中也有很多编制达，所以主要是卡切编制达下加西为主，很多编制达就是从印度入这个藏地。那藏地了之后，萨迦班智达见到他们，见到了之后，萨迦班智达不仅仅是依靠吉斯仁波切、扎巴坚子他们，也要依靠这个卡西班智达下迦西里那边学了很多，尤其显宗的东西学了非常非常多。那尤其我们这个显宗这个当中，就是英米这个当中是非常多，例如说这个刹那论式的这个即时论，然后法称论式的这个矢量论，这些通通都是这个卡西边去下去是那边学的。所以呢，那时候是因为萨迦班智达是这个我前面忘记了那个没有讲，因为这个萨迦班智达基本的这些学历都是不需要什么托过这些，他自然就会的。所以他也不仅仅是会藏文，也会梵文等等。所以呢，那时候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佛法这个上面，除了佛法上面，其他的学科学了很多，非常非常多。因为这个萨迦班智达还没出现之前，在藏地的话，虽然是我们这个印度佛教这个传到藏地是大概是萨迦班智达之前大概是大概是有600-700这个左右吧。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印度的这个学科，我们通常就是大五米和小五米，这个十种学科是没有那么完整的，但是呢，萨迦班智达出现了之后，那不仅仅是这些藏地，也有这个卡西班智达下迦西的为主，很多这个其他这个学科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呢，这个萨迦班智达依靠卡西班智达下迦西的之后，在藏地就发明了10个五米。那10个五米这个当中，就是我们主要是大五米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工艺学，然后第二个就是医学，然后第三个就是生律学，那第四个就是英米学，第五个就是内米佛学，这个就是大五米，那也有小五米嘛。所以这些都是萨迦班智达他发明的。所以呢，印度的文化都是包含在那个10个学科这个当中嘛。所以呢，萨迦班智达发明了之后，在这个藏地第一位这个班智达的名称就是萨迦班智达，因为他这个10个学科发明了之后的一个西藏人第一位的班智达，唯一的班智达就是萨迦班智达。所以呢，他的学习这个方面，思维这个方面，修习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呢，
整个西藏历史上看的时候，就是第一位班智达也是那个萨迦班智达。所以那这个班智达是不仅仅是大学职务，因为这个班智达，如果这个班智达真称的话，也有这个大和无10个学科专业的话，才可以成为大班智达。所以呢，这个之前在藏地有没有大学制当然是也有的，但是没有班智达。所以一个西藏的第一位班智达的这个称号就是萨迦班智达。所以呢，他的学习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听闻佛法、思维佛法，然后修习佛法这3个角度介绍萨迦班智达的话，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就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我们通常这个大修行者，或者是这个精通指他的专业的事情，他主要专业的工作、专业的那个事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讲经说法，第二个就是辩论或者是辩证，第3个就是这个著作或者是协作，这3个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呢，那第一个讲经说法，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因为他通过这个闻思修之后再开始讲经说法。那讲经说法这个当中是我们看他的弟子，例如说荣格屈家帕瓦为主，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因为我们通常就成为他的这个所有弟子当中觉悟者的弟子，然后成就者的弟子，大意识的弟子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那这个当中也有一个弟子初级稿，那初级稿我们等一下后面讲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讲经说法这个当中是他的这个怎么讲这个照顾了很多很多的弟子，所以呢，他的弟子这个当中是这个大成就者、大修行者、大学者，或者是大意识者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代表是什么呢？因为它是讲经说法的这个功能、这个成果，这个就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辩证或者是辩论。辩论就是我们辩经。那辩经是因为这个萨迦班智达是不仅仅是这个在吉兹仁波切、扎巴讲他们，也更重要的这个辩经的部分是主要是这个在印度大班智达喀基班智达夏迦西人那边学的嘛，所以呢，他的这个辩经的这个逻辑或者是这个智慧是非常非常高度的。所以呢，他辩论的时候，因为他是提早就有这个班智达的这个称号嘛，所以这个是不仅仅是藏地，这个名号是就这么蔓延这个整个喜马拉雅山区，也有印度的。所以呢，印度很多外道的班智达，很多外道的大学者们他们听到那个萨迦班智达的称号，所以呢，外道当时候的就是外道印度教的一个大班智达，就是超级高为主，外道的很多大学者进入到藏地要辩论萨迦班智达。那他们辩论了之后，最后超级高为主，他们都是最后输了之后，他们自己受了皈依佛门，所以就最后就是变成萨迦班智达的重要的弟子。所以呢，那这些都是属于是这个我们这个辩论或者是那个辩证的这个最后的成果这个就是我们的辩论的这个事业。然后接下来第3个这个著作或者是协作论点或者著作论点。那这个当中萨迦班智达写了非常非常多，我们刚刚也讲过嘛，因为他发明了
大5米和小5米10个学科嘛，也有10个学科，各个都有这个写的这个很多这个论点。那所有论点这个当中是它更重要的、更有这个影响的，或者是理想的，就有几个。那第一个就是萨迦班智达他著作的就是萨迦格言，萨迦格言。那萨迦格言是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萨迦格言是像我们这个汉地的话，就是我们通常汉地用的就是成语或者是词语。那这个成语影响是非常大的嘛，所以虽然是文字短的，但是它的能量是我们这个工作上面、家庭上面、感情上面，或者是我们一般民众的这个智慧上面是很大很大的帮助嘛，影响非常大的嘛。同样的道理就是萨迦格言的这个也是整个全西藏不仅仅是西藏，那喜马拉雅山区、内外蒙古这些都是那时候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的能力就是这个怎么讲，那个萨迦格言的这个能力是一般民众的提升观察，还有明辨是非，我们家庭上面、工作上面、感情上面、人跟人的关系上面很大很大的帮助嘛。所以呢，它提升智慧等等，所以呢，它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就是萨迦格言也是他这个著作的。然后第二个他著作的就是我们这个关于一米这个部分，就是这个真理宝藏论真理宝藏论，真理宝藏论主要是一米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讲过嘛，因为这个萨迦班智达依靠喀切班智夏迦西的，所以他学了在印度非常出名的，例如说成那论是他写的这个极量论，然后法藏论是他写的就是胜量论，这些学到了之后，这些相关的内容、核心的内容都是结合了萨迦班智达他亲自写的，就是真理宝藏论，就是我们藏文的话就是采玛日德，采玛日德，因为那这个主要是我们一米就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一种逻辑嘛，我们学无部大论或者是六部大论这个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一米的这个态度，如果没有一米这个逻辑的话，我们没办法学无部大论，或者说我们没办法学六部大论嘛。那这个这个顺便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认为就是藏传佛教是就是光是密宗嘛，但是如果我们用密宗的话，就是这个名称是不太完整的，因为我们内容来看的话，就是藏传佛教是显密结合的传承，或者是显密共同的传承，或者是显密双运的传承所以我们这个通常这个五部大论呢、六部大论都是我们大部都是显宗的东西嘛，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因为这些重要性，大家必须要理解，因为这个我们所有那佛陀讲的佛经，我们归纳起3个，就是三藏就是经藏、律藏、论藏大家应该知道。所有的佛经，例如说84000个法门，或者甚至无数的法门，都是我们内容来归纳起的话，可以3个，就是经藏、律藏、论藏这3个嘛。因为我们通常就是玄奘法师，就是大意是玄奘法师就是三藏法师嘛，对不对？三藏法师就是三藏的大学者的意思嘛。所以那如果我们一般人，我们没有登地菩萨的这个力度，我们还没有这个真悟空性限量的空者界嘛。那个之前如果我们要学这个三藏的话，我们直接没办法学的，因为佛经那么庞大那么广大，我们直接没办法学的。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也有办法，我们要靠论点，我们要靠五部大论、六部大论，靠这个方法用来我们就学丧葬的内容的话，就很容易懂的嘛。所以五部大论、六部大论这些学了之后，就是等于是丧葬的这个经典，所以一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通常称为五部大论嘛。那五部大论是我们在藏地的话，通常格鲁办我们通常用五部大论。那撒迦的话，撒迦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就是六部大论或者是18部大论古时候的名字。然后在宁玛帕或者是其他的话，也有讲13部大论。所以呢，五部大论、六部大论、13部大论或者是18部大论都是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名称。所以还是必须要理解。所以呢，我们要透过五部大论或者是18部大论这样子的话，我们等于就是理解丧葬的内容。那我们透过五部大论、六部大论，就理解就是丧葬的内容，经藏、律藏论藏的内容。那五部大论我们要学的话，我们要透过透过有一个逻辑才能的嘛。所以呢，萨迦班智达他写的真理宝藏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之前在西藏也有移民的，但是有些是不太正确的移民，所以呢，他有一个写了之后一种修改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种亲近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他写的真理宝藏论之后，在整个西藏学五部大论、六部大论提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特别生气的，是特别生气的。所以呢，他写的就是真理宝藏论是不仅仅是撒迦，也有其他在藏传的各个教法都是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呢，它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也是萨迦班智达他著作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论的就是称号叫做三律仪差别论。三律仪差别论，那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第一品的是别解脱经，第二品的就是菩萨戒，第三品的就是三密耶戒，主要是三个戒律角度来解释的。那三律仪差别戒因为为什么他著作了这部论点呢？因为那时候是萨迦班智达还没出现之前，在藏地算的是印度佛教特别兴盛的，特别兴盛的。但是呢，一段时间就发生过了有些是就是不如法的一些修习的方法，有些是有一群人修不如法的一些修行。例如说我们受别解脱戒的这个过程，有些是不如法的受别解脱戒，然后受菩萨戒的时候，动机上面是不如法的。然后三密耶戒修习方面是有些是不如法的一些修习，因为有些是自己以为是正确的，但实际是很大的错误。有些是一群人自以为是很正确，但实际上很错误的。所以这种不如法发生过的时候，萨迦班智达自己觉得如果这种情况下去的话，那我们真正释迦牟尼佛的正法，真正藏传佛教的正法都是慢慢毁灭了，所以他没办法接受的。所以他写的这部论点主要就是把
这3个内容来讲，这个就是情理不如法的这些内容，不如法的休息，不如法的文思修这些情理的方式、经济的方式，他写的这个三律仪这个察别论啊，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写了之后，刚开始后很多人就是在藏地很多人不接受，慢慢理解了之后，那整个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法的都是很正确的法，继续持续的修下去了。所以呢，这个三律仪密察别论这个论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然后第3个，然后第四个是萨迦班智达是因为这个最后写的那最后写的这个论点叫做这个摩尼密行密论。摩尼就是释迦牟尼的摩尼摩尼就是能者的意思，摩尼密意就是佛陀的密意，佛陀的真正的密意。那邪密邪是显现出来的，明是明白的明，邪密论。那这个内容，因为这个我们内容来讲的话，这个摩尼密邪密论这个内容是第一品的就是种祖，第二品的就是皈依，第3品的是发菩提心，第4品的就是六度波罗蜜，第5品的就是色摄法，第6品的就是道恒地的功德，无道实地的功德，然后第4品的内容就是究竟佛的国位。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菩提道次第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的这个一种这个指导所以呢，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大乘佛教菩提道次第修习的这个方面很重要的一个论点。所以那这个因为这个写在哪里呢？这部论点写在不是在西藏写的，而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怎么讲那个汉地的那个甘肃兰州那边写的，凉州那边写的，因为这个历史蛮长的，因为那时候萨迦班智达是大概是60几岁了之后，因为那时候是你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蒙古大国的那个成吉思汗恒，还有他的那个侄子那个忽必烈，他们的势力，尤其蒙古这个大国的军事的势力是非常强的嘛，非常强的。那时候是不仅仅是亚洲地区，也有影响欧洲地区，整个亚洲还有那个欧洲，尤其这个这个大蒙古地区这个周边的影响非常大。那时候就是蒙古的这个军事的压迫，整个周边的这个压迫是非常大的嘛。那时候就很多去世了非常多的生命，华人、其他蒙古人甚至是那个亚洲，不仅仅是亚洲，也有这个欧洲人，很多失去了无数的生命嘛。那这个当中，因为有萨迦班智达，因为那时候是蒙古这个虽然是势力蛮强的，军事的势力非常强的，但是呢，文化上面，尤其宗教这个上面是就比较信任这个藏地那个藏传的大成就者，尤其萨迦班智达。所以呢，萨迦班智达我们总而言之比较这个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萨迦班智达年纪那么大了，但是呢，为众生，为整个亚洲，尤其为这个所有的藏民，所以呢，他离开西藏到这个连州所以呢，当时候他在连州，所以凉州那边待过10几年了，所以呢，那时候是
那藏人想念萨迦班智达，因为他一直都在那个凉州嘛，所以呢，那时候，因为他，如果这个他到西藏的话，还是这个蒙古的势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嘛，所以呢，那时候是为终身为所有藏人，所以他继续住在那个凉州那边，所以呢，他写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佛陀密行密律，写了之后寄到藏地，所以这个行密律就是代表性的，代表是什么呢？代表萨迦班智达，所以他那个论点后面也有写呢，因为任何藏人、任何众生都如果闻思修的话，得到他的加持，不需要什么透过口传。所以呢，他有讲的，所以那这个论点的内容就是我们这个大乘佛教的修习之不地到次第的这个修习的方法，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佛陀密这个行密律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萨迦班智达他写了那么多的那个论点，这个当中是最影响的这些，所以呢，这些都是希望大家，那这些是不仅仅是藏文版，也有这个中文版的，也有英文版的，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学习一下这些内容，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萨迦班智达是因为他这个70岁的时候圆寂的嘛，那圆寂在哪里圆寂呢？圆寂在凉州那边圆寂的，所以呢，还没圆寂之前，那他所有的传承都是最后交给他的侄子这个荣贵须教爸爸，或者说我们用那个中文的话就是法王848所以呢，那最后就是完成了之后，所有的这个传承都是交给他的侄子法王848。所以呢，我们这个再回头看的话，就是萨迦班智达以及法王848这两位是我们整个西藏这个历史上我们简单讲的话，救灭了亚洲的人，也有救灭了这个西藏人，因为那时候是蒙古的势力，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样，势力非常强的嘛，所以杀了很多无数的人。那这个情况下，因为有萨迦班智达，那个比起来，那整个西藏都就没有什么这个发生过的。那所以这个是萨迦班智达是历史上、宗教上、文化上、政治上各个角落来讲的话，那我们这个怎么讲作为一个藏人的身份的话，那不能忘记那个萨迦班智达的恩的，萨迦班智达和以及他的侄子法王848的恩的大的恩的是这个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简单来讲的话，就萨迦班智达他就是原本就是昆氏家族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家庭的，然后直到这个透过文思修，最后就是很圆满的。所以呢，我们大概讲他的这个传记或者是他的历史简单来讲的话大概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萨迦班智达介绍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Namo